来看咱台湾已经是超高龄的社会，所以老大人换驾照的机制最近嘛引起不少的讨论。交通部宣布讲未来会来比较日本甲换照的年纪，对75岁调整到70岁。交通部长陈世凯嘛表示讲，未来要使用如何科学的方法来检验老大人驾驶的能力。三峡北大重大死伤车祸，互大家各地咧注意是大人换驾照的代志。交通部宣布，向下修正换驾照年纪到70岁，从今明年开始实施。估计目前全台湾70岁以上有驾照的人，差不多是182万6千人，过10年了会增加到272万人，影响的人数真多。部长陈世凯讲，以后要用更加科学的方式来检验是大人赛车的能力。我们当然会用更有效、更科学的方式来检验我们所有的年长者在驾驶方面的能力。好，那包含他的这个危险感知的能力，跟他的认知的能力。但世界强调，是大人赛车出车祸的代志这么多，主要是因为是大人增加，无希望社会对是大人赛车有误解。以后就用印尼补助方案，鼓励是大人主动撤销驾照，这大众运输系统。另外，针对有车祸记录的人，就要完成安全驾驶实地训练的课程。是不是可以说明一下实地演练跟现在预期的规划方向是什么？我们希望实际上让他在车上开车的状况底下，我们有人在旁边看。有立委是建议参考美国、日本、韩国、澳洲等国家建立分阶段换驾照制度，以年纪差距。一个是不是有特定违规来建立无同阶段换驾照检测项目？例如增加路考，或是特定违规样态的这种课程。部长简单说明一下。报告委员，这个部分我们确实应该分阶段啦。好，那这个部分细部的细则，以委员这个建议我们在3个月之后会来提出来。因为换驾照中人的年限原本是定3年，但世界讲以后将会咨询医学单位，讨论用年纪来分期，结果做出完整的规范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